呢一排一到咗夜晚12點，就不斷有不明來歷嘅電波發出嚟。為咗要揾出電波嘅來源 ，UGM 就全體出動調查啦。隊長啊 ，K3S4 嘅錄音已經完成咗啦，跟住係坐標 R1同 B2。我哋已經到咗坐標 R1B2 啦，開始錄音。好啦，準備感應器。係。有不明亂氣流產生。啲隊員咁樣嚟接觸唔到怪電波咯。好啦，咁着陸先啦。遲啲，咁好危險噶。唔緊要噶。危險啊！超人80有危險啊！變身啦，女超人！頭先真係好險。對唔住啊，係咧，怪電波嘅內容係咩嚟㗎？雖然仲未查清楚，但係根據分析，肯定係怪獸發出嚟嘅。係怪獸？喺東京嘅四周圍咧，總共就有14笪地方收到由怪獸發出嚟嘅怪電波。咁即係話，而家有成14隻怪獸嚟咗地球呢度咯。哇！如果公開呢件事，一定會引起絕世大恐慌㗎。講得啱啊！我哋不如趁早諗定辦法應付。如果唔係，就會太遲㗎啦。各位唔使咁擔心。你哋睇下，呢啲係此地同良子用條命錄翻嚟嘅怪電波詳細分析結果報告。有啲波長嘅特徵睇，可以睇到係分開兩種嘅。兩種？啲怪獸咧並冇想象中咁多，只係得兩種啫。咁其他嘅電波係假告，佢哋只係想令我哋陷入混亂嘅狀態。你講得啱。我哋唔可以粗心大意噶吓，佢哋都亂發電波，咁就證明咗佢哋係擁有高度嘅智慧嘅。隊長啊，呢件事好唔好話俾石拉知？唔好，觀察下先啦。嗰兩隻怪獸可能互相之間有聯繫嘅。如果話俾石拉知嘅，咪等於俾全東京人知道晒。我哋再慢慢調查清楚先啦。嗱，大家記住，呢件事要保密，千祈唔可以泄漏出去。隊長啊，隊長，你哋傾緊啲咩啊？喂，唔好走住啊！電波秘密呢件事成為咗最高嘅機密，但係喺一次偶然機會之下，呢件事俾人知道咗噃。志的先生。係你阿勤。哇，係一套音響組合喎。係我爸爸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嚟㗎。呢份禮物我都恨咗好耐啊。我為咗咧要成為 UGM 嘅隊員，我一定要咩都學㗎。
似的先生啊，你教下我啊！好啊，我一定咧會好似你咁樣，成為一個出色嘅隊員噶，係真噶。啊，好啦，終於冚好啦，睇下有冇聲先。而家講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東京今日有暴哇，有聲啦！介乎-1至16度，漢城有霧，最高氣溫7度，最低氣溫-2度，博內有霧，係19至26度，卡拉奇有薄霧，22至24哇，度。瞓就瞓去，你估係豬咩？阿樂嗬？等我試下收下第二個電台先。呢度播緊啲乜嘢啊？啲聲咁怪嘅。阿樂啊，你做乜嘢啊？阿樂，喂，阿勤，哦，似的先生。有咩同我講啊？係咁嘅。嗯，尋晚黑咧，我轉收音機揀緊台嗰陣，聽到啲好怪嘅聲啊。好怪嘅聲。係喺1520頻道嗰度，時間係喺深夜12點鐘左右，嘈咗一陣間咧，好快消失咗啦。起初我仲以為係一啲雜聲嚟㗎咋，但係阿樂佢咧，阿樂係我隻狗啊。哦，阿樂佢咧聽到啲聲好驚啊，佢仲匿埋一邊咁吠。我認為嗰啲聲有問題啊，我諗咧你一定會知道係咩事㗎，所以我咪嚟問下你咯。係啦，似的先生啊，知唔知嗰啲係咩聲啊？有關呢件事，你有冇話俾其他人知啊？連爸爸媽媽都冇講到啊？我冇講到啊，俾佢哋知道我夜晚黑聽收音機啊，咪斬俾佢哋鬧。咁又係啊，嗱唔使驚噶，呢啲所謂怪聲咧，可能係某個電台嘅測試嚟嘅啫。真嘅？係啊，所以你唔使擔心噶吓。不過咁，千祈唔好話俾其他人知道喎。點解？點解？因為會散播不利嘅謠言噶嘛。你知啦，啲人係好敏感噶啦。嗱，阿勤，記住保守秘密咯。我仲有嘢要做啊！好，再見啦。做咩冇嚟神氣啊？有咩事啊？我頭先對阿勤講咗大話，因為隊長話佢要保守秘密。唔好咁啦，阿猛啊！其實我哋都講緊大話，而且個大話仲好大添。哦？我哋兩個唔係真正嘅地球人，我哋嚟自超人國，係超人戰士嚟嘅。但係我明白嘅，我哋為咗拯救地球，所以一定要借助地球人嘅外貌，啱唔啱啊？不過始終有一日，我哋會離開呢一個地球，呢個咁美麗嘅星球，住咗一班出色嘅人類，我好唔捨得啊！冇辦法啦，所有嘢都係整定嘅。喺地球人未有足夠能力單獨作戰之前，我同你兩個都一定要竭盡所能去幫佢哋，你知道嗎？喂，你哋兩個做咩啊？夠鐘去聽嗰啲怪電波啦！唔好意思啊。開始探測。係。另外啲怪電波好似喺度呼應緊佢喎。
隊長講得好啱，呢兩隻嘢好似想喐咁喎。知唔知道喺邊度發出嚟？係大概知嘅，喺邊啊？係座標 S397啦。隊長啊，係人王山附近啊。好啦，一天光就出發調查啦。果然唔係啲普通嘅聲，似的先生有啲人瞞住我喎。好啦，我自己去查啦。地面似乎冇咩怪嘢咁喎。哦，請你等陣啊。做咩啊？左邊22度嗰啲樹木倒塌喎。如果我估計冇錯嘅，應該係地底下有巨大嘅生物喺度移動緊嘅。繼續探測，發射氣體彈。知道。呢度冇怪獸出現嘅跡象啊，可能走咗去第二度啦。但係我嘅睇法唔同喎，佢可能喺度等緊佢嘅同伴。好啦，返基地先。我知啦。如果我哋冇估錯嘅，隻怪獸好有可能喺人王山嗰度。係啊，佢對於喺地面嘅攻擊都冇反應，想引佢出嚟要嘥好多時間。冇錯，我哋暫時靜觀其變先。喂，阿勤啊，你去咗邊啊？你唔係偷偷地走咗去係嘛？我去廁所啫嘛，我要走啦，第日再見啦。嗯，你唔係揾似的嘅咩啊？不過佢好似好忙咁啊，我第日再嚟揾佢啦，拜拜。阿勤啊，人王山嗰度有怪獸，好啦，我要實習做 UGM 嘅成員，我要親手揾隻怪獸出嚟。隻怪獸喺邊啊？揾極都揾唔到嘅。喂，出嚟啊！哎呀，哇！哎呀，真係俾佢嚇死，原來係隻白鴿。係喎，我可以放啲電波出嚟。如果隻怪獸係喺呢一度嘅，佢一聽到嘅，一定會出嚟嘅喎。怪獸啊！呢度 UGM。哦，請你等一陣啊，前輩係阿勤嘅媽媽。阿勤嘅媽媽？嗯，我係似的啊，佢冇嚟過呢度喎。係咁好啦，我幫你揾佢啊。咩事啊？阿勤嘅媽媽話唔見咗阿勤喎。係咩？阿勤頭先嚟過噶，但係滾手落腳咁話走咗啦。佢話我接翻屋企噶。咩話？通佢聽到我哋講嘅嘢？隊長啊，請你批准我去揾佢啊！如果有咩事，我會負責噶啦。好啦，你去啦。係，我都去。一下。啊！救命啊！哎呀！主任係阿勤喎，等我落去救佢，你係負責掩護我啦。好啊。阿勤，有冇事啊？啊，似的先生，點解你會嚟呢度嘅？因為我想成為 UGM 嘅成員，所以咪嚟呢度實習下咯。阿勤啊，嚟快啲離開呢度啦！嚟快啲！
危險啊！咩話？有兩隻怪獸出現？似啲嘅傷勢似乎好重。好啦，即刻召喚富士、池田、良知，係啦，知道。智力先生，你要振作啲啊，智力先生。我冇事。阿勤啊，你快啲入去3樓嗰度避下先啦，去啊！哦，快啲啊！超人80。弊啦！而家呢兩隻怪獸就好似兩嚿正負極嘅磁石咁，二合為一，一齊咁樣向住超人猛烈攻擊喎。弊啦，超人有危險啊！哦，富士心去協助超人啊！知道。呀！啊！富士隊員，你有冇受傷啊？我冇事，池田，你又點啊？我都冇事。哇！呢兩隻嘢你真係好犀利啊！係啊，超人都唔夠佢打喎。係啊。超人班長，努力加油啊！超人佢已經冇晒能源啦，我一定要盡快幫佢手。超人，振作啲啊！我而家變身嚟幫你啊！唔好，你係唔可以變身噶。點解啊？等我話俾你聽啦，就算我唔夠佢打，我都會同佢同歸於盡嘅。如果我真係唔喺度，以新超人身份幫地球人出擊啊！你記住啊！超人，咁你點算啊？地球嘅事，我就拜託你啦。超人，龍嚟啊！哦，另一個超人喎。
人以正負極嘅力量合體之後，威力增強幾倍。我哋合力對付佢啊！好啊，超人。史迪先生，好對唔住啊！為咗救我，令到你受傷，我諗我而家都入唔到 UGM 噶啦。傻啦，點會呢？只要你有勇氣同上進心，一定入到 UGM 嘅。真噶？你冇呃我啊嘛？嗯，今次就算係懲罰你啦，以後唔好再做呢啲傻事啊！嗯，記住今晚早啲瞓喎，吓。嗯，記住啊，一定要應承我啊！係。嗯，好啦，近，快啲翻去啦！再見。再見。點解你當時唔照我說話去做呢？如果我哋萬一有咩事嘅話，咁地球會變成點樣啊？身為超人，你應該好清楚噶。良子，你聽到嗎？良子，史迪，我哋身為地球人，一定會保衛地球嘅。星が輝く地球もそうだよ一つの星だみんなで仲良く生きてゆこうよ君らは誰でも地球人明日が君たちを待っているのだ明日もいいことがきっとあるだろう突如として襲った大寒波怪獣の出現を前に大山キャップはなぜか大和星野両隊員に UGM 基地内にとどまることを命じた UGM 必死の攻撃についに大怪獣マーゴドンは死滅した大山キャップが秘めていたものとは何か実はそこにはウルトラマン80大和武史の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た次回ウルトラマン80最終回キリンもゾウも氷になった